面对大陆禁止进口咱的文旦油，宜湾蛋厂方为了欢乐文旦的销路，嘛替麻豆文旦冲买去。伫总结顺强调，今年产期无受风台影响，收成虽然减少一成，不过包括冠军文旦等绩效维持了真好，而且大陆无买，家己想办法。而根据农局表示，对8月初到今，包括超商、大卖场等等的促销，目前已经有100万斤的销量。这届大陆禁止台湾的文旦去兑换，大家嘛咧烦恼啊，是毋是会像之前爱大家咧惊吓？那呢话，像照咱局长讲的，就是其实如果阮伫现场啦，咱的粮果嘛是卖了下个，包括咱的。冠军文旦卖的价格都很好了那所以讲你讲的是根本无受到大陆进口的影响啦因为今年咱的产量嘛是减少看啦有减要到全部6%-9%左右啦。咱伫全年都差不多经有31万斤的数据咱出的家乐福嘛差不多5万斤的数据。麻豆农会甲农民收60万斤的油嘛已经拢卖了准阁继续咧收。营农会甲农民收10万斤，我会再去问迄个阿元总干事嘛已经差不多已经结束。佮包括咱一寡行销的促销做的，差不多安尼统计起来已经超过100万斤以上的数量。另外讲，咱麻豆文旦甲营文旦一个特殊的特性，就讲大部分拢是你旧年买好食，今年继续搁甲买，做者直销的模式。所以其实今年咱的文旦的迄个销售情相当的良好。另外，针对文旦采收期过后，互农民偷听的废弃邮寄，由安再次替农民来清明，要求环保局协助清运。对此，环保局长表示，去年开始，不管是农民家己再去麻豆义卖场，或是集中对抗伫农产由清洁队来协助清运，拢无问题。所以今年共款来协助处理，请农民安心。但新闻军事林根采访报道。